这样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我怎么感觉到一股才华？怎么回事？哟，怪不得，这才华逼人呐，这才气。你现在已经说到，我感觉你是性转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让我有一种周笔畅的感觉。我，周笔畅今年曲目是什么来着？叫嚣，不是这个。我还是说，我嗓子哑了，不用唱，不用唱了。那我在上面演什么呢？你就翻跟头。38度，天硕今天要翻跟头。纯翻。对，因为导演听说了那个传说，你能侧手翻到门口拿外卖取回来。今天是侧手翻，然后，这儿是通州，侧手翻到东城，然后东城的一个拿外卖取外卖，然后给你一个红马的，对，给我一个红马，取一个红马，取了一个红马，我靠！哎呦我，祝您成功，辛苦，谢谢辛苦。然后我拍啥？我就拍这个就行。还是其实行，他们好像都是这样。哦，今天不错，今天咱们户外好像有个风伞，那是户外的场子啊，但是有个小棚子，还好，没那么干，没嫩的，是。人好像也是好，就是那行，那咱们一会儿，那我先去拍一场，拍一场吧。对，我先去，你休息休息。对，刘老师辛苦了，是吧？哎，咱们贼不走空。这是谁呀？哎呀，哇塞，今天太可怕了！看完以后这样，天那你咋翻啊？哪！你要别翻，还是翻？你翻得开吗？可以翻，就是看导演要求吧。应该就是那种怕汗太多，给它淹掉，所以尽量不动。天哪，快吹吹！没事。我想明白了，他是个喜剧探子、喜剧混子，或者是喜剧蒙子。啊？谁呀？我呀。开始走戏了。正式拍摄了。这就是前一个。一会儿天硕能帮我们做礼金做，你回来吧。这本来设计让他骗钱。不行。一会儿可能给偷铁的时候他需要舔。什么机器？他就是拿手喊。继续开工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郑浩。我其实长得挺丑的。有一次我去来丑局，丑局都笑了。我跟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来2斤丑局。”丑局说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叫我局就可以了。”我们家楼下有一个理发店，他养了一个鹦鹉。那个鹦鹉啊，只要人过去，他就说2句话：“来了，美女；来了，帅哥。”我往那儿一经过，鹦鹉说：“来了。”哥，鹦鹉都会思考了。而且我有一次碰到一个朋友，那个朋友说：“我好担心啊，我做了个梦见我亲一堆珠宝我给亲了。”不用担心，梦都是反的。他说我更担心了，我去哪儿找那么多猪亲呢？
谢叔叔。看，好。拍特写镜头。来，主任拿上那个了。哎呦，我操，这没事儿吧？来，主任穿衣服打枪。谢叔，京剧待会儿打。不要让我爸爸看到这个，我会死。我们会发到风雷京剧团，然后放到门口。哎，你穿上咱仨合影，我就卸妆。好呀，好完事儿。咱们合个影，说一下。什么叫我穿上？这就得配个音乐。 3, 2, 1.刘少，你先迅速过来。过来，我知道。迅速。